呢場大火下晝就開始啦，一直燒到而家都未結束。唔知大家有冇一種感覺，就係好似從2019年開始，香港人都冇過嗰日好日子，坐監嘅坐監，移民嘅移民，有啲仲返咗大陸。最近啲租又升咗啦。2020年嘅時候又有肺炎啦，而家仲有好多人有後遺症。冇飯食，開唔到飯，俾唔到人工，自己破晒產，幾多呢？香港政府幫過啲乜嘢呢？只係一幫呢個唔得，嗰個唔得。經濟好似都冇點好過。股市就好似升咗啲嘅，跟住仲有好多傳統嘅小食店就執晒笠啦。唔知點解睇住個火咧，好似一下子以前啲嘢又湧晒上嚟咁。呢場大火係香港主權移交以嚟，亦即係97以嚟第2單5級大火。到我剪呢段片嘅時候咧，現場都仲未完全撲滅火災。而家係至少死緊13人同15人受傷，仲有一名消防員殉職。呢個位於大埔屋苑嘅鴻福苑。一共有8座大廈，其中燒咗7座。元洲仔公園對住宏福苑，呢個應該係宏昌閣嚟嘅，着晒火。搞錯啊！嗱，呢棟咁樣着晒火啦，已經下邊冇人咁警聰，冇警聰嘅成棟大廈。喂，嗰啲工程人員做乜㗎？工地嗰啲。消防處副處長陳慶勇就話呢，喺2點51分嘅時候已經接到火警㗎啦。消防人員喺5分鐘後到達現場並進行風險評估，但去到現場發覺火勢控制唔住，喺下午3點02分就將火勢升級為3級，然之後不斷加派人手，到下午6點嘅時候已經將火勢升級為5級。目前已經出動咗128架消防車、57架救護車以及767名消防員。香港對上一次發生5級大火喺2008年喺旺角嘅彌敦道嘅嘉禾大廈，事件造成4死55傷。咁今次死亡嘅人數係多過上一次嘅。你亦都可以講今次火災係香港97以嚟最大嘅火災，現場嘅市民就人心惶惶啦。消防員啊，點解得一條喉啊？點解一條喉啊？幾個鐘啊？我3點鐘喺度睇到5點鐘。第6座燒，第6座一路燒過嚟，佢都唔淋水。我哋而家真係好慘啊，都唔知想點嚟㗎。我哋都記落咗嚟㗎啦，但係我哋真係睇到好心痛啊，個個都咁嘅樣，因為嗰啲工人啊，有冇見到起火過程啊？冇啊，我哋唔喺屋企，我哋都唔知道。目前為止有幾個大嘅疑點嘅，第一樣嘢就係現場咧就有民眾質疑，點解啱開始火燭嘅時候，幾棟大廈都冇響火警？如果第一時間可以通知疏散啲人咧，起碼係唔會死而家咁多人嘅。大廈冇警鐘，搞錯啊真係！着緊火咯喎，滴緊火燭㗎喂！而且如果喺一開始就將火勢壓制咗，根本就唔會燒成而家咁樣。仲有人影到喺當地嘅地盤，疑似有工人喺竹棚嗰度食煙啦。阿生，你又喺度食煙啊？呢個係咪引起火燭嘅原因呢？仲有現場嘅市民話，首先係有一戶人家着咗火屋企，然之後咧燒埋個隔籬嘅垃圾站，隔籬嘅垃圾站一燒咧，起啲火就已經控制唔住啦，於是成棟大廈就開始燒。另外就係今次嘅大火，我哋見到搭建嘅竹棚同埋外牆嗰啲網，肯定係加劇咗今次嘅火災嘅，從底下一直燒到頂。而且因為風嘅緣故咧，仲影響埋其他嘅大廈。風我哋就冇辦法控制啦。但係以後係咪會改革唔用竹棚搭架呢？仲有人就話，不嬲一來咁多年都係用竹棚噶啦。加劇火勢嘅原因可能唔係竹棚，主要係嗰啲外牆嘅網。風一吹就飄到到處都係。你可以見到現場好多民眾都好傷心啦，好焦急啦。而家我太太仲喺裏邊啦，我揾佢唔到啊！我原先叫佢落樓走嘅，但係當佢落到地下嘅時候咧，啲火已經燒到我嗰座大廈個大門，已經出唔到去啦。咁我諗住叫佢翻上去上面嘅，咁但係跟住佢話佢入唔到屋啦。而家我打電話俾佢，已經唔聽我電話啦。朋友話我知火燒，咁我咪即刻翻嚟咯。我依家都仲未揾到我太太，問題佢知唔知道落嚟？因為佢係成日瞓覺，梗係緊張噶啦。呢啲一定噶啦，我就入唔到去。民政處已經安排咗旅遊巴士疏散被困居民。大埔民政處開放廣福社區會堂同埋東昌街社區會堂作為臨時嘅庇護中心啦。亦都只有盡快振作起身，先可以幫到嗰啲需要被幫嘅人。只可以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冇事啦。